呢個5日4夜嘅高山白川鄉之旅，幾乎每日都落雨，確實有啲掃興。主要係我覺得呢兩個地方太商業化，有諗過早啲返香港。但係既來之則安之，都係一種經歷同埋經驗。我打消咗呢個念頭之後，就去旅遊諮詢中心查詢下附近仲有咩地方值得去。小姐就介紹咗距離高山只係10幾分鐘火車程嘅小鎮 Hitafurugara 飛驒古村，但網上就完全揾唔到有關呢個地方嘅廣東話介紹，基本上全部都係日文。文字資料呢就有提及係有一套動畫電影叫做《你的名字》，用呢個小鎮作為拍攝嘅場景同埋藍本，仲有上千條錦鯉嘅瀨戶村同埋白壁土倉街，亦有唔同嘅寺廟。咁等我去感受下呢個小鎮嘅寧靜。今日係我名古屋白川鄉高山嘅 trip 嘅第4日半啦，終於唔落雨，頭先仲有少少太陽添啊！咁我而家呢，就想去火車站搭火車去古鎮行下，搭巴士仲耐啲啊！搭巴士要半個鐘同埋貴啲，唔知點解唔得意呢？上車去飛驒古村 Hitafurugara， 哇！咁快就到啦，真係15分鐘到就到。嚟到飛驒古村站第一個景點，轉右手邊上嚟呢條樓梯，跟住呢就睇下嗰個火車站路軌，就係你的名字一個取景之地。跟住呢就會去呢個瀨戶村同埋白壁土葬街，嗰度有好多錦鯉魚嘅。咁而家呢，我哋快啲行嚟呢度，就喺呢2級凳上邊就可以見到呢個火車站。就喺呢度啦，咁而家就跟住佢個指示去呢個 Satogawa Canal and Whitewall Storehouse。雖然而家又陰天又落雨啦，不過唔緊要啦，嚟到呢度真係好寧靜，開心好多。頭先喺火車站，跟住上呢條樓梯，咁行去頭先有石凳嗰度呢，木凳嗰度呢就可以影相，跟住落返嚟。而家就行去另外下一個景點，有錦鯉魚睇，果然係好寧靜嘅古鎮。行幾分鐘就由火車站嚟到呢度瀨戶村，雖然就未見到有錦鯉，不過呢啲石板路小橋流水都幾有小京都嘅感覺。真係唔好意思，頭先我喺個流水間就揾個人幫我影相啦。咁影完我仲同人傾幾句，跟住原來對面遠處有個攝影師喺度吹緊佢，原來佢自己喺度拍緊嘢，就係呢位先生。唔好意思啊，頭先阻住你。沿住瀨戶村行到最尾，好快就嚟到本光寺啦。本光寺係飛驒地區最大嘅木造建築之一，入嚟睇下先。
沿住條河行，好快就由本光寺嚟到真宗寺啦。仲有條紅色嘅橋好靚啊！呢個就係真宗寺啦。閂晒呢啲店鋪，幾得意喎！呢度有個世界各地距離嘅標柱，香港係2708公里，大環境公園。呢度咧真係好靜喎，好少遊客，居民都少。咁啲鋪頭又閂晒，佢哋經濟係點樣呢？全部出去做嘢，咁啲鋪頭圍到生嘅咩？有個旅遊諮詢中心啊，咁我入嚟睇下，呢個有中文服務嘅呢個小姐，佢就講解咗點解冇鯉魚呢？你說現在沒有，是11月初那個鯉魚就會搬走，是嗎？因為下雪。對，因為這裡一般都是12月會下第一場雪，所以在11月底就會把鯉魚搬到越冬池。然後下雪之後，這裡的居民把這條瀨戶川作為融雪一個禮拜6。哦，當地人就過2天就搬回來了，一起去把鯉魚搬回來。我剛剛碰不上。然後接下來就會櫻花盛開，接下來這裡有很大的、很隆重的一個古川祭會舉。對，好像4月19號跟20號。瀨戶川是400年前就是為了灌溉新開墾的農田而建造的，就是以前都是當地居民就是用來洗菜、洗米，還有灌溉農田。然後呢，60、70年前，因為就是日本經濟發展之後，就是水質受污染，然後當地人為了恢復水質，就放養了鯉魚。然後到現在，但是冬季會把鯉魚搬到越冬池，再到春天再把鯉魚搬回來。然後搬回來之前，我們再把水渠就是沖洗乾淨。鯉魚回來之後，這裡的水就會很乾淨、很漂亮。呢度真係好寧靜，覺得好值得嚟。頭先我唔捨得走，再行一個圈啦。咦，原來又兜返去我之前食可樂餅啊，之前去過嗰啲寺廟。因為呢度真係好細啊！呢間花店好靚。而
而家都要走啦。原來喺高山搭龍飛巴士買套票去祈浮站，比起先去名古屋站再轉去名古屋中部機場，除咗平少少之外，仲快半個鐘頭喎。咁大家都可以考慮下呢個方法。I need to change ticket to the airport. No! I took the wrong train. 頭先好驚險啊，真係有啲驚啊！好似我係預鬆咗時間嘅，但係我冇諗過我係上錯咗車，因為嗰班車雖然係嗰個月台，但係呢，佢係早幾分鐘嘅。咁我問啲 conductor， 佢又唔識聽啦，話係咪可以上啦？咁佢又可以。咁我上到去，咦，下一個站咗即係早咗幾分鐘就開。咁我即刻問個男仔，佢話唔係啊，唔係去機場。咁我下一個站即刻落。我諗個男仔係好人啊，佢係陪我一齊落。跟住冇人嘅嗰個站，啲 local 站，佢就喺個對講機度問咯。咁對講機嘅翻譯就係話叫我搭 local train 去下一個站，跟住又唔知搭啲乜嘢車先至去機場。我話可唔可以搭翻去基輔，即係祈阜呢邊？佢又唔 suggest 喎，但我真係冇聽佢講，我覺得咁樣好危險，我去到唔知點算。咁我就即刻搭翻下一班翻嚟基輔嘅車。咁佢半個鐘頭後就有車去機場嘛，咁希望我有個預算。跟住我睇翻個男仔，佢坐翻喺嗰度，佢係應該等下一班車啊，好好人啊！但我冇機會再多謝佢，即係如果唔係佢，我仲彷徨啊，因為又唔知個站係對面嗰個係唔係啦，係咪翻嚟祈阜站 ？Back to Gifu now. Can I take the train back to the airport? Okay, wait here. 其實而家諗翻好後悔，當時冇大聲同佢講多謝或者鞠個躬。不過嗰陣時真係趕住跑上車。去到機場呢，又有啲傻事發生啦，我真係從來未試過。唔知點解行到去出口，我就總覺得自己係冇車票，咪一路同位小姐解釋。I bought this ticket, bus to Gifu and Gifu to the airport. 乗車券で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、その乗車券をthe guy allow you to pass this road. Thank you so much. 出咗火車站攞完登機證之後，咪就發覺張車票仔自己嘅腰包入邊咯。唉，今朝折騰咗咁耐，都係入個 lunch 食啲嘢，沉澱一下，慢慢等上機。雖然好多意料之外嘅嘢發生，但係呢啲咪就係旅行嘅回憶咯。好啦，下次再見。